日前海關喺土瓜灣定安大廈緝毒期間遇襲，3個關員被斬傷送院，疑兇在逃。喺案件發生之後，警方一直追蹤一架涉案車輛，並喺星期五凌晨1點幾，西九龍總區重案組聯同西九龍衝鋒隊人員喺亞皆老街先達廣場外截停嗰架可疑嘅7人車，拉咗車上嘅男司機並跟進調查。其後喺凌晨3點幾，警方喺九龍城區再拉多一個男人，懷疑負責安排接送在逃疑兇。呢宗傷人案發生喺星期四晏晝約5點幾，3個海關關員喺土瓜灣定安大廈執勤嗰陣，被一個男人斬傷，2個人腳部受傷，1人手部受傷，所有傷者清醒送院治理。據了解，當時有7個海關人員到大廈單位緝毒。搜查期間，疑犯突然持刀斬傷關員，並反鎖自己喺單位，其後爬窗從天井逃走。警方喺現場檢獲5把懷疑仿製槍械同一批懷疑毒品。警方其後到附近一個迷你倉拉起封鎖線搜查，檢獲大量毒品，並喺附近發現涉事7人車。警方正係追緝38歲在逃疑兇。